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，列王记下卷第8章第1节到第6节，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作为。伊伫新约以及伫咱生活中间所领受的恩典，拢是上帝的作为。特别是咱基督徒认为讲，咱生命中间所有大大小小的各项代志，拢是伫上帝的作为的下面的成果。咱昨有提到着思念的妇人人，伊无法度生产。上帝的仆人以利沙有言，上帝的作为就是要互伊生一个囝，佮因为了后伊的囝死去，上帝佮一摆借着伊的仆人以利沙来行新约，也互伊的囝通过活。伫圣经中间，咱也看见这上帝新约的记载。亲像上帝互亚伯拉罕100岁生囝，互罗得会当搁一摆互受接纳结婚搁生囝，也互汉娜生囝，互这个外邦的乃曼将军的太哥边得到伊伫上帝作为，其实真正是无所不在啦吼。伫历代历史，伊拢有伊的作为。列王记下卷第8章第1节到第6节，迄个标题讲着思念的妇人人，佮得到产业。以利沙捌互一个妇人人的囝佮活，伊对这个妇人人讲：你甲你的全家赶紧去住伫下当生活的所在，因为上主要互金鱼临到伫这个所在7年久。妇人人就照着上帝重用的人的话，甲伊的全家出发，去到伫非利士人的地，伫遐住7年。7年满，迄个妇人人对非利士人的地倒来，伊为着要收回家己的厝体田园去见王。迄时王甲上帝重用的人的仆人基哈西得讲话，王讲：请你将以利沙所做的大事来讲互我听。基哈西得讲互王。要甲王讲着以利沙安怎互死人搁活的时阵，拄好以利沙互伊的囝搁活的迄个妇人人，为着要收回伊的厝体田园来见王。伊哈西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这个就是迄个妇人人，迄个就是伊的囝。以利沙有互伊搁活。王就问迄个妇人人，伊就甲王讲，王就为着伊派一个官员讲，所有属伫这个妇人人的，拢着行义。对伊离开本地迄日到伫今日，伊的田园所出产的嘛，拢着行义。上帝透过先知来预告，将来要有基哼。有7年久，也互这个思念的妇人人会通到伫非利士去来闪避这个基哼7年的时间，并且伫因咧归回了后，伊又搁差派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，成做一个见证人，互思念的妇人人会当来取回家己的田产，以及应得修行。这个拢是出自上帝特别的作为。
伫《使徒行传》15章36节到41节，这中间记载着一段初代教会内底使徒中间的纷争。保罗因为第一届的宣教中间，这个旅程的时，有一个少年同工马可，伊无完成旅程，半途而废。而且无愿意接纳伊搁一届来成做伊的同工，就因为安尼，就甲伊的好同工巴拿巴起了严重的冲突。后来保罗甲巴拿巴就分开，因分别来开始着家己宣教的旅程，福音就因为安尼搁较快。圣经的记载是安尼，标题讲着保罗甲巴拿巴分开。几日了后，保罗搁对巴拿巴讲：“咱搁来去传主的信息。”遐个城市来探信徒，看因的情形。巴拿巴爱要带叫做马可的约翰做伙去，毋过保罗想讲无适合，因为马可捌伫庞菲利亚离开因，无继续甲因做工。因两个人意见激烈冲突，至到就分开。巴拿巴就带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，保罗就经西拉信徒将伊交托伫主的恩典，伊就出发。伊行透叙利亚甲基利家，坚固逐教会的信心。虽然因为意见无同，激烈争来冤家来分开，但是真值得欢喜的是，因拢看重着上帝互因的呼召。虽然分开，但是因犹原坚定为主来做工。因为因知因家己的呼召就是上帝的作为，这值得咱来学习。美国信义会也捌因为一寡敏感的议题来发生教会分裂，但是伫代志过去了后，因犹原会通搁坐落来开会，做伙来谈论分享，并且做伙来举办各种的聚会，因为因所看重的是福音，因所看重的是上帝的工，互家己所做的拢成做上帝的作为。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，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互人纪念到万代。你要起来临民释安，因为现在就是施恩的时，指定的日已经到。你的仆人意爱释安的石头，连伊的土粉拢保守列国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敬畏你的荣光。因为上主中间释安的时，要伫伊的荣光中间来显现。伊拍落听善者人的祈祷，未看见因的恳求，为着后代的人记载上主的作为，互将来出世的人通称赞伊。上主对至悬的圣所看落来，对天顶看落地，伊要听
忧愁的吐开，要解救受判死刑的人，互人通知悉安传扬上主的名。伫耶路撒冷传播称赞伊的话，迄时列国会聚集，万民会服侍上主。伊伫我的溃力未流成衰，互我的性命缩短。我讲，我的上帝啊，毋通伫我中年的时讨我的性命。你的年日到万世代到无穷尽。你伫起头甲伊下地基，天嘛是你亲手创造，天地拢会消失，毋过你永远存在。因会亲像衫穿破去，你会甲因体换亲像换衫，无因就无去，只有你袂改变。你的血寿无穷尽，愿你仆人的子孙久长安稳徛在，因的后代伫你的面前坚固徛在。感谢上帝，借着这信仰的前辈传福音，留落美好的见证，带人来进入的信仰，也互阮今仔日有机会得到救恩。求主帮助阮愿意谦卑顺服，并且同心合一，伫教会服侍，诚做彰显主的作为的仆人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